4第44章電壓干擾防護 BS7671 2018總結。本網頁主要介紹了 BS7671 2018標準中第44章節的內容，涉及電氣擾動的保護措施，強調評估電壓相關風險，並提供了相應的保護措施和設備選擇指南。摘要：網頁內容詳細闡述了第44章節中關於電氣擾動保護的要點。首先，介紹了電氣擾動的兩種常見來源：人為事件，如開關衝擊，和大氣現象，如閃電。人為事件包括開關感應或高壓系統故障引起的過電壓，而大氣現象則是指閃電引起的高衝擊過電壓。網頁指出，過電壓可能會導致設備損壞和電擊或火災風險。接着，網頁討論了過電壓對設備的影響，並根據設備對衝擊電壓的耐受能力將其分為不同的類別。類別1設備最為敏感，而類別4設備耐受能力更強。特別是接近供電源頭的設備，需要選擇更高類別的保護。此外，網頁強調在可能導致嚴重傷害或人命損失的情況下，必須提供過電壓保護。對於單一住宅單元，除非風險評估認為必要或設備價值 justify， 否則不需要提供衝擊過電壓保護。網頁還介紹了過電壓控制裝置 SPD 的使用，包括類型1和類型2的 SPD， 以及它們在電氣擾動保護中的作用。此外，對於電磁擾動的緩解和欠電壓保護的考量也進行了說明。電磁擾動 EMD 可以通過分離迴路來減少，而欠電壓保護則是通過監控電壓水平並在電壓低於特個域值時段開供電來實現。最後，網頁強調通過風險評估和實施適當的保護措施，可以提高電氣擾動對電氣設備的保護，從而確保安全和可靠性。觀點：電氣擾動的來源、人為事件和大氣現象兩大類別，包括開關衝擊、高壓系統故障和閃電。過電壓的影響對電氣設備造成損壞，增加電擊和火災的風險。設備分類根據對衝擊電壓的耐受能力，將設備分為不同的類別。保護措施的必要性，在可能導致嚴重後果的情況下，必須提供過電壓保護。SPD 的應用介紹了類型1和類型2的過電壓保護裝置，以及它們的安裝要求。電磁擾動的緩解，通過迴路分離來降低對電氣設備的影響。欠電壓保護的重要性，強調在電壓低於安全閾值時，採取適當措施以保護設備，特別是對於供電給電動機的迴路。風險評估強調進行風險評估以確定是否需要過電壓保護，並記錄評估結果。時間軸1，本節介紹了第44章節的內容，即如何對電壓波動進行保護。提到了電壓波動的來源，包括人為造成的，如開關衝擊，和大氣層的，如閃電。這些波動可能會對電氣設備造成損壞，甚至導致安全風險。章節中還提到了過電壓的分類，包括直接閃電擊 （strokes） 和間接閃電擊 （IR）。介紹了不同類別的設備對抗衝擊電壓的能力，從最敏感的類別1設備到最堅固的類別4設備。此外，還討論了在電源供應點安裝適當類別的過電壓保護裝置 （SPD） 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根據電壓波動的類型選擇合適的 SPD 類型。對於單一住宅單元，如果風險評估認為必要，或者設備價值較高，則應該提供對抗衝擊電壓的保護。2，詳細解釋了衝擊電壓的概念，並強調了風險評估的重要性。衝擊電壓是指非常短暫的電壓增加，可能由閃電、開關操作或設備故障引起。這些電壓增加可能會對電氣設備造成壓力和損壞，導致設備故障、壽命縮短和安全問題。強調了進行風險評估的必要性，以確定是否需要過電壓保護。如果評估結果顯示
衝擊電壓可能導致嚴重的傷害或人命損失，公共服務中斷、文化遺產損壞、商業或工業活動中斷，或對大量共居人士造成影響，則應提供保護。對於單一住宅單元，除非設備價值較高，否則通常不需要過電壓保護。三、討論了電磁干擾 （EMD） 的減輕措施以及欠電壓保護的考慮因素。電磁干擾可能會干擾電器設備的正常運作，因此將可能產生干擾的迴路與敏感的迴路分開，是減少干擾的關鍵措施。此外，還應考慮將迴路按照其產生或受到 EMD 影響的潛力進行分組。欠電壓保護的考慮因素包括在電壓降低或丟失時可能導致危險的情況，特別是對於供電給電機的迴路，欠電壓可能導致過熱和損壞。應該使用欠電壓裝置來監控電壓水平，並在電壓低於某個閾值時切斷供電。如果設備可能因電壓下降而受損，應驗證此類損壞不太可能導致危險。四、介紹了如何選擇在欠電壓事件後需要手動重啟的設備。應該進行徹底的風險評估，並與負責電氣設施運營的人員諮詢，以確定預期的損壞是否可接受。如果在欠電壓事件後自動重啟設備可能導致危險情況，則應選擇需要手動重啟的設備。總結了如何通過適當的措施來保護電氣設施免受電壓波動的影響，從而確保安全性和可靠性。這包括對抗衝擊電壓、減輕電磁干擾以及考慮欠電壓保護。通過這些措施，可以提高電氣設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